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一共嘅欢迎收看9月27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为了和民众更加亲近文学，文化局对4天前开始举办台南文学季。今年对10月开始，为期2个月，将安排讲座、演对甲音乐创作等精彩活动。同时邀请知名艺人连俞涵担任活动大使，希望吸引更较侪注目。为了让台南民众会当认识台南在地文学家，嘛让民众更加亲近文学，文化局这几天拢会举办台南文学季。今年以着南方早盐土地文学味为主题，将伫10月份开始进行一系列活动。今年除了文学沙龙讲座以外，文化局嘛特别安排校园推广的讲座，希望让台南的学生会当有机会更加认识文学。同时嘛，中心来举办盐分地带文艺营，后来参与的民众会当更加认识盐分地带精神。这一次也特别到了6所高中去做所谓的校园推广的文学讲座。那另外就是今年也特别把已经从1979年的所谓的盐分地带文艺营已经停办，那我们今年是满40周年，所以我们在今年就以台南文学营的方式重新来做复办，那也希望把盐分地带的精神一直把它延传下来。那所以今年会连结了府城，连结了原台南县，连结原所谓的盐分地带文艺营当时候办理的南昆生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把它串联在一起。其中5位天马强调，希望未来这个文学季将成为文学家会当发挥的舞台，同时嘛被全台湾甚至全世界所重视。事实上，台南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那也非常高兴，过去的前辈非常辛苦的耕耘文学的这块园地，能够在这个时候发光发热。那我们希望，在有限的资源里面，能够做最大最多的利用，能够让我们的文学，让后世我们的子孙，还有现在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经营在文学的这个底蕴中。那我们也很期待，能够这个台南文学季不仅是台南的文学季，而且变成台湾的台南文学季，更希望成为世界的台南文学季，能够让世人都知道，在开台的地方，在台湾最早的城市里面，有这么多非常丰富的一个文化素材，能够让许多文学家能够记载、能够传颂，而且能够发挥。这点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也希望更多市民朋友一起来关注，一起来支持我们的台南文学季。这摆文化局嘛特别邀请演戏甲写作拢相当出名的艺人连俞涵来担任年度文学大使，同时嘛为这摆文学季拍头阵，举办一场文学讲座，来分享伊对文学以及戏剧的想法。这一次的文学就是以盐分地带作为推动，然后就像叶老说的，就是文学就像是一把盐，然后你可能觉得不重要，可是没了它就没了滋味，所以它的功效也许不是你一看就有的，可是它却可以让你的生活就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味道，所以就是希望以一个推广文学，然后也让大家认识就是盐分地带作家的作品这样子。今年嘛持续举办台南新时代之歌精选，和创作者将音乐结合台南，创作出充满台南特色的歌曲。想要参与台南文学季丰富活动的民众，会当上网来查询，片面错过精彩活动。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救国团已经连续11天举办有爱有爱生命台湾的巡回列车，27号因来到台南光明高中，特别的是演出团体是一个结合各种障碍人士所组成的艺团，希望用因乐观奋斗的故事，鼓励学生爱勇敢迎向人生。台湾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演出团体，叫做混账综艺团。虽然每一个团员拢是新众人士，但是拢有绝技，用在地来散播欢乐。
借此鼓舞新障者突破困境。成员包括肢体障碍刘丽红、王淑乔、曾玉婷所组成的奇异三叔，再来热情的舞蹈。另外，听觉障碍陈连桥的默剧以及林凤宇的音乐演奏，加上团长刘明。另外，知名艺人李淑珍因为甲团长共同演出《大爱连续剧》进一步认识，受邀请加入。所以现在嘛是混账综艺团的成员，这回巡回校园选择生命教育。用我的手指头去摸洞口里面的肉，摸着摸着摸着，然后就，对，不是，我们今天音响效果有没有太好了一点？他跳起来哎，我有点耳鸣。跳起来。由救国团所举办的“有爱无爱生命台湾活动”，希望以混账综艺团真实的人生故事，让学生会当鼓励家己发现自我生命的价值。今天我们刘团长还有我们淑珍率领的我们10来位的我们的团员到学校来，用他们的生命在当背景，用他们的故事。要砥砺我们所有的同学们，大家都能够发现自己生命的价值。看来就很感动，就是他身体上面有困难，但是他没有放弃希望，而是你看像，对，我们现在好手好脚，然后我们应该要珍惜我们现在这样，因为他们也是很认真在过他们每一天，所以我们也要很认真过我们每一天。有爱无爱生命台湾活动，借着有才艺赞助朋友，将家己全力不费的精神，透过活泼生动的表演，分享家己坚强的奋斗热情，也让青少年学习用爱来化解障碍，并且建立珍惜生命、尊重他人的人生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三年火炬杯国际慢速女球邀请赛今年经进入第5档，总共20支队伍参加，包括3支国外球队，将伫10月5号到6号2天，伫安平文中66加台南海事的棒球场比赛，邀请民众到时踊跃到场为选手加油打气。伫铁人国小鼓队甲人狮的表演，2019三日火炬杯国际慢速女球邀请赛将伫个后个月正式登场。主办单位三立货柜下午嘛选伫个林德场区举行活动记者会，包括台南市慢速女球协会理事长林以前，甲一位民意代表、贵宾，拢到场出席，为活动来宣传代言。本届共邀请国内外共20支球队，除了让球员们在球场上竞赛之外，我们也准备了非常精彩的选手之夜，有烟火秀、歌星演唱，还准备纪念品赠予每位参与选手们。我要特别感谢荣誉总会长钟彦次长带领我们走过5届的三立货柜杯，未来由怡景理事长继续带领我们，也感谢各位同仁的努力付出，让三立货柜杯越来越精彩。首先要特别感谢三立货柜公司，对于这个三立货柜杯这个5年来的支持让我们台南市慢垒协会有这个荣幸，一直跟三立货柜公司合作来举办这样的一个国际邀请赛其实我们垒球台南市的垒球运动非常的兴盛，那可是慢垒运动其实本来都局限于在所谓的地方，那因为三立货柜公司的支持，我们才可以跟国际接轨。那我想三立货柜杯，由于三立货柜公司的支持所以都办得一年比一年出色。那选手之夜更是非常的精彩那我想，无论是比赛的内容，或者是这个比赛的配备我们都希望把这个杯赛走向国际，那也把这个杯赛这个办得非常的隆重。那期待这个杯赛有很多的观众一起来跟我们选手加油。今年进入第5届的三立火炬国际慢速女球邀请赛，总共有20队报名，包括3支外国的球队，有驻韩的美军、泰国浩克、加越南的大商鼎，甲往年同款，选伫个安平区球场来举行。10月5号上午，伫个文中66开赛，暗时还佫有选手之夜，邀请歌手演唱，还佫有高空烟火。
欢迎民众8月5号、6号2天前往安平文中66 AB 球场、加台南海事棒球场来观赛，并且为选手加油打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虽然这几天来路跑活动办甲参像全民运动同款，不过有一场结合运动、观光、亲子加公益的路跑比赛就较难得，甚至因个专工规划要走起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是更加难得经验。主办单位担市中适下家长协会、商务结合议会卖力宣传，邀请大家拢来报名参加。为邀请大家拢做伙来七国沿线走上台61线的幸福公路，遇到郭信良、李伟、陈天辉甲这议员拢做伙为活动宣传。因为该路跑是到目前唯一有机会走上快速道路的路跑，而且佮要将报名经费捐出来做公益，除了难能可贵，嘛相当有意义。台南市中小学家长协进会真的很用心吼。当咱要讲哇，我们现在国家的政策跟国家的一些重要的推动，甚至重要的建设，什么时候要启用吼，刚刚好吼，所以真的是非常用心吼。那在整个筹备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要跑上国道，就必须要更安全。那要更安全，就要有更多的人力资源吼，所以也谢谢我们中小学家长协进会。真的用了所有的人力、跟物力、跟钱力，真的是出钱出力，希望把这一场办好。欢迎台湾所有的爱好路跑的乡亲共同来参加万人上盐山做公益路跑活动。台南市呢非常欢迎大家踊跃来报名。这次的报名呢是台61站举办以来首次的路跑活动，那也希望大家呢。要活就要动，欢迎到台南市踊跃报名。会中主办单位担市中适下家长协会理事长强调，筹备过程真正足困难，办甲甚至上美好，就因为真正足难得。不过，伫所有理干事的同心协力，总算完成，就等大家报名。而且报名对5公里的亲子组到42公里的全马参赛者，拢有当得到土鸡一只顶贺礼。我们这次主办的部分都是以公益的活动，所有的收入全部捐作我们的偏乡小学的活动经费，还有我们的华山基金会。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并没有我们自己协会的所有的理监事都各自掏腰包自己去找赞助。那其实最主要也是让社会大众知道说，其实我们要做公益，不只有靠个人，我们靠更多人来去办理，这才是我们重点。那还有就是这次报名，我们每一个报名的跑者，我们都有赠送前所未有的一个土鸡3斤的土鸡，那还有其他的赠品。那我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我们在地的或其他全国的好手来帮忙。结合公益、亲子运动甲观光的一场路跑，明年1月12号就将登场，邀请大家赶紧报名。电视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
由台南市警发局甲民间企业所合办的台南国际升级历龄展，27号伫南澎世贸展览中心盛大登场。今年总共有180间厂商再来坐上新的历龄甲升级的产品，除了互参观民众大开眼界，同时嘛带动台湾的历龄升级发展。由台南市政府主办。工商时报协办的2019台南国际升级历龄展，27日伫台南市长黄伟哲、工商时报社长陈国伟以及中央官员的共同参与之下，宣布展览正式开幕。请用节，恭喜2019年第9届台南国际升级绿能展今日正式开幕。高兴我们工商时报能够连续9年来举办国际升级绿能展，那今年尤其在台南举办，我们一定会好好把握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一方面让更多的业者以及更多的消费者能够了解，这样我们一方面了解国家的这个绿能升级产业发展能够有到多么先进的地步。另外一方面也兼具教育意味，能够让更多的年轻学子能够来参展来看展览。另外让很多消费者能够在这边看到很多好的产品，他也可以带回去。今年的历龄升级展举办的地点，同款选定伫咧宁地区的展览中心，而这次嘛是9年以来上盛大一届。馆区规划分做5大展区，总共有180个厂商，再来430个单位，展示了真侪目前上新的产品。我们还有180家厂商，430个摊位。展出一个最新的一个绿能跟生技的一个产业的一个产品。最难能可贵的是，我们有6个国家，有美国、法国等等的6个国家14个摊位来参与这次的一个国际展。那这样的一个摊位跟国家也是我们办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哈。今年展览，台南市政府嘛规划主题馆，展示了政府想要发展历龄科技的决心，嘛希望未来会当吸引更多厂商来台南投资，为台南历龄科技产业发展助力划水。台南新闻张文忠采访报道。每是当10月第2个礼拜六，就是世界安宁日。今年基美学中心为了宣传年初立法通过病人自主权利法，让大家清楚古早签订医疗决定的重要性，所以便提前举办宣导，并且结合抓风车剧团的保安局来吸引大家眼光。阿公，你爱去签迄个决定医疗决定书？什么是决定医疗决定书？阿公听拢无呢。哦，这是隔壁阿辉因阿嬷讲的。因阿嬷是讲啥？阿辉因阿嬷讲，我若是到要死的时阵，我爱互结局，什么插股、切空，我拢爱。我要水水啊行，我家己的性命，要家己决定。到时阵哦，恁拢爱答应我，我爱互医生因遮尔麻烦。为了宣传年初病人自主权利法，让大家清楚家己到临终袂被插管，要随时啊走，会当优先决定医疗。基美学中心首次结合抓风车剧团的保安来宣传，而且剧团是完全免费到3天。毛议长邱中庆亲自颁发感谢状，感谢因对安宁缓和医疗的支持。毛硬邦邦的法令甲宣导更打进民众。感谢纸风车剧团他帮我们做了2尊的布偶，那另外还有做这个布幕跟戏台，那还有教我们怎么演这个布偶剧，来向一般的民众宣导，那利用这种演布偶剧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来向民众宣导说，什么叫做病人自主权法？那这个法案，病人可以决定哪些事情？那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这样子的法案才会生效？就是给一个民众一个教育的机会。开始便为了向民众宣导，真正费尽苦心，希望大家更有把为家己的终身大事做决定。宣导会场嘛有侪人愿意停下脚步来了解，甚至签下同意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不懂，我们必须要去懂的东西，因为我们平常不会去接触这种东西。那现在看到的话，我不懂我可以问，对。所以你可以愿意签署这个所谓的病人自主权利法这个相关的律例？
我觉得我同意这个安乐死的，对自己同意安乐死，还有那种就是死后会捐那种器官。除了保安爱选择叫会长毛舍明娟甲蔡小珍的艺术创作连点，要发挥爱心做公益义卖，毛为今年的世界安宁日加添袂少的艺术气氛。台南新闻阮自林根采访报道。台南的古都马拉松以路线古迹密度上悬，以及准备传统的小吃出名，每一档拢16000多名国内外选手参加。但因为比赛期间的交通管制相大，造成沿路人的埋怨，所以为了选手安全，降低交通的冲击，教育局表示，明日开始取消42公里的专程马拉松，另外增加的是10公里的项目。台南上知名的2个马拉松赛事，就是伫市区古迹周边的古都马拉松，以及伫詹文水库的詹文水库马拉松。这2个赛事吸引了全世界喜爱运动的民众来参与，但是因为古都马拉松位伫市区，会影响到交通，加上部分的路段稍过烧热，以及伫堤防边路跑会增加活动的风险，所以为了提升活动的品质，甲保护选手的安全，市府也决定将伊转型作为半程马拉松。希望提供选手一个无同的体验。台南市呢有两项非常有名的马拉松一个是古都马拉松，一个是曾文马拉松。那从明年的3月1号开始呢，我们的古都马拉松会改成半程的马拉松。会这样子的考量呢，主要是因为第一个是这2个马拉松的性质有点类似，所以我们希望做一个市场的区隔来吸引不同的跑者。那另外呢，因为古都马是在市区，是在古都的这个道路上或者是海边，甚至余温在跑，那所以我们考虑到说，可能是市区比较拥挤，然后比较没有遮阴的地方，然后再跑在余温地有一些的危险。那所以因为这些的综合考量呢，从明年的3月1号开始，我们的古都马改成半程马拉松。那另外我们会提高一些赛事的奖金。然后会增加10公里的这个跑主那希望也用美食、用我们的古迹来吸引更多的跑者继续来支持、来参与我们的古都半程马拉松。为了鼓励更较侪民众参与，主办单位也将要规划10公里的赛事，同时提高选手的奖金，要让古都马拉松成为全民参与的运动嘉年华。詹文水库的马拉松也将要定做专业的挑战赛事，希望让全世界喜爱路跑运动的民众会使有更加丰富的选择。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现在来关心详细的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侪云天气，温度24度到30度，下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介绍收看9月27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